感谢我们的红点师，还要感谢我们最棒、最起劲的各位亲爱的家人，大家早上好。田老师早上好。讲爱讲台语，又讲国语，歹势。好，非常感谢天师的参差会使吼。老婆使歹势，我等下来讲着国语哦，歹势，我只能讲台语哈。我看到恁真欢喜，但我真矮呢，我徛会使徛较悬的嘛。还是站在前面讲的哈。非常欢喜吼，会当来到咱这个爱享单位。当时他逢年是到贵单位，就是到候选我们的单位的时候，我们大家很开心的，中欢喜的，因为感觉上的印象，新义组的第一次就是应该感觉做严谨啊，应该勉强对不对？我的印象。但是看到冯女士去的时候，我也干部总还讲，冯女士盖幽默哦。那后来我们就结了这样的缘哈。所以当时奉命来这个地方，上方就请候选工也当来这边想，候选就欢喜了哈。然后果不其然，今天看到大家哈，后来咱家的老婆才真欢喜啦哈。又讲跟主持人讲，咱这个所在过落成偌久嘛，对不对？对，哇，大家很幸福哈。所以感谢咱两个公积公培的地主席，用或许都叫我们讲我们2点过时间，这2点过时间咱无休困，但咱若感觉讲咱要去化妆室，会使去哦，咱无你唔知无，但是咱规平当再去，倒边去了正面再去了，正面去了后边再去，莫讲安尼规个这个全部拢去化妆室，安尼好唔好？好。安尼钱到知吼，听着吼，咱若要困会使无，嘛会使困，咱就是会使叫恁去嘛吼，若想要叫困要紧，正位困了再做位困啊，莫就你同齐困，安尼就会使呀，好无？咱对这个老菩萨吼较尊重啊吼，就讲吼，咱要安怎拢无要紧，反正现在风景也无伫遮，你知无？咱只要先佛讲会使就好啊，安尼好不好？好。然后我们今天来讲积功德的地主席哈，就是或许有一该82年的时阵就哈，发生一该车祸啦哈，车祸是真严重，或许是迄16吨的油罐车，16吨，前道才16吨是几公斤无？16吨的油罐车。6吨啊，16000公斤啊！油罐车，伊甲或许缀伫这啥后壁腰啊，压着哦，车就停去啊。等于讲或许就缀伫16吨的油罐车底下。然后那时候或许叫天天不应嘛，叫地地不灵。人或许是个盖无认真的德行，我会记讲求道有什么3宝。那3宝是甲咱讲3宝可以逢凶、遇难、各单位讲拢共款，3个表示对了，拢共款，念得出来嘛吼。所以然后就想讲怎么办？所以当时或许发生车祸瞬间，或许就练了5字真经啊，跟先佛忏悔说，我这世人好像无做什么代志啊吼。但是希望如果你这个有我机会啊吼，上天你就爱垂怜这样子。所以也有罐子甲或许对的时阵吼，对你或许的肩膀，可是或许只有用5字真经哦，或许竟然无感觉疼，所以这个司机来时阵吼，或许要甲他救啊，先佛竟然显化哦，透过或许的嘴巴跟他讲说，请你去倒车，就是你要倒车，无你怎对我讲，我就搞出来。这个司机吼，可能蛮公平啊，伊真正去倒车哦，就甲我倒车来，所以就救会出来嘛吼，就甲或许呢。救出来，他就抱着后学哦，后学一路来拢是这种心态，就是捌散过。所以真的抱着后学，那时候是大年初5嘛，初5都无诊所，都无医生嘛，他就抱着到后学的诊所外口的时阵吼，那个护士就讲袂使医吧，因为后学的整个大腿吼，后学整个大腿从这里到这边是流血的，像咱食迄猪肉同款吼，所以咱你用前靠的，咱知影像咱猪肉，咱的别的规拢掀开嘛吼。所以现在看或许我手上有疤痕嘛，或许是左边连到这个地方，所以就讲袂使互出来，跟这司机吼可能行善，或许伤久啊，佮或许等倒落去，所以人或许就是感觉吼，人吼，伊生病了什么都不是啊，都不是啊，人或许头就对着诊所门口，伊就来讲，或许就来讲吼，赶快把或许家里的电话记起来，我就念阮兜的电话啊，因或许啥安尼想。咱上课时拢有听过讲，咱人吼，若无记着亲人，
会七孔流血，是毋是安尼讲啊？啊，好是足惊的，足惊的讲哦，咱人就生了无水啊，咱转去哦，佫七孔流血，所以好是足坚持，一直练五字真经哦。就甲伊讲，你甲阮先生的号码记起来通知啊。啊，后来救护车就来了，来时就甲好是要送救护车时，啊，好是我想着讲袂使的呢。咱人吼，若转去迄个阎罗王遐，讲你是安怎死的，啊，我讲毋知是安怎死的，那安尼就是死不瞑目吼。所以好是就甲迄个救护车讲，你袂使，你要甲我提起来，提起来创啥？上仔去要看到什么车甲我弄着啊？啊，伊就真个甲好是提起来，我就看哦，油罐车叫做运通公司啊，好是要去遐看油咧走，好是讲安尼会使，啊，就听着啊要上救，就上救车，好我想着袂使的，伊若后袂甲我送病院哦，好是有机会，阮台中有一个病院，或许是不去的，啥来不去？因为或许妈妈中风的时阵吼。或许曾经到那个医院有不舒服的感觉，所以我就来讲，你袂使上一间病院，你来上大几间病院。或许最喜欢的医院是台中的澄清医院，澄清，所以或许在澄清医院挂西长41天，各位就知道或许当车祸的严重。啊，送到那个地方的时候，真正或许就想到了家人是最亲近的，因为或许一直念五字真经，一直求仙佛慈悲。因为是心头经嘛，所以那时候就只能求仙佛嘛哈。结果一直念到那个地方，当到跟那个囡仔，或许是最小的儿子6岁，伊个或许先，或许妈妈来啊，或许妈妈到了之后，或许听到伊个声哦，甲我讲妈妈你怎么这样？或许听到厝的人来啊，安尼袂气功流血啊嘛哈，或许就昏去啊。那醒来的时候，规个整个身上吼。领导单位都来，恁道亲上太亲嘛吼，因为新道亲受伤啊，或许的那个单位点的师都到了，整身都包着那个纱布嘛。啊，医生就甲或许讲吼，你可能要补皮，或许整个左脸、左手、左脚啊，拢已经不成人形。但是有一个好消息，16吨的油罐车哦，压在背部，一根骨头没有断，这个腿吼。整个是翻开的哦，伊无法度提，因为已经无吧，就是讲已经拢很亏啊，所以医生就是用迄布袋针迄种的无绑的，怎么就是咱体纱绑纱，然后使就知嘛，绑的莫有把佫开起安尼，就这么严重哦，但是一根骨头拢无断，安尼有神奇无？很神奇，对，咱天恩师者的加持嘛，所以后学醒来之后，医生甲我讲，这个病吼爱补赔。咱人若是无命先会甲上天求啥？求命嘛，上天爱我有命对不对？但是既然有命求啥？甲师傅讲唔好互我歹去。所以或许就讲我从此之后我手跟脚或许我爱补赔，但是求师傅注意我的面哦，袂使补赔，因为咱补赔会有疤痕嘛。或许就讲我现在开始要认真啊，因为当初什么手段拢甲师傅讲啊，有影无影拢先讲啊，对不对？就甲师傅讲话，你只要我好，这边卖补赔，以后或许就要精进就要认真办得啊，对不对？所以或许的手脚都像这样子，或许的左手，但是脸哦，14天之后，仙佛又再次的显化，就是听到咱的发愿嘛哈，仙佛就讲好，嘛无讲好啦，这是我家己想的，讲好互你，因为我想讲哦，仙佛你既然让我有命，上个起码了我这个病吼袂使歹去，啊无歹变人办得，对不对？结果14天后，仙佛跟14天后，医生甲或许讲，你的脸不用补皮，但是手脚要补皮。啊，或许讲爱补皮，伊早是补皮是补低皮啊，或许讲看啊，迄个低皮嘛排斥嘛，钙无钙血。可是，在41天的时候，就是41天有仙佛讲，那个医生讲哦，要让你要补皮嘛。但是或许要出院的时候，医生又再次说了，免补皮，安尼赞美。那说8年多月，8年多月，因为仙佛得讲话啊，无讲话，咱也唔知讲那是安怎来有这么多奇迹嘛吼。那或许的先生是开荒人员，他77年就已经到马来西亚开荒嘛吼。就或许生这个细汉囝的时阵，还未生出来，伊就已经出国开荒啊。啊，伊出国开荒是伊道场才2年尔，伊就懵懵啦，讲要开荒伊就去啊，安尼好怪吼，伊就讲要去，所以他就是在印尼开荒。所以那时候后学就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仙佛灵坛跟后学的先生说，我们用累世的功德，阮两个哦累世欠的灭度的功德，
后学这一次能够活下来。所以积功培德重不重要？重要的。如果说当时历史来无呢欠一寡，这届今日就无伫遮呢，是不是呢？所以或许非常感谢天恩师。所以积功培德是当下要做的。因为修办道者如果没有积功培德就不可能。所以当时副领导如果说或许先生现在在单位他在马来西亚跟孟加拉，还有美南。孟加拉就是鸟不生蛋的地方，孟加拉舞，在印度，或许知道你不知道地方，对不对？孟加拉，它在印度的隔壁就是一个很落后的国家。那他从民国77年，他就是去开荒产道，去当中去印尼他只是2年的道金所以嘛做在感谢伊啊。所以我听讲，影响出生的时阵，伊嘛无伫遐，无伫厝的就对啦。或许的小儿子出世的时候，伊嘛是伫印尼。或许发生大小事情，伊拢毋捌伫身躯边的可是各位浅显，安尼阮兜伊哪有大汉无啦？大汉了，所以大汉的嘛是娶某生囝呢。是阮做阿嬷，你嘛迄种了解，所以拄则恁的律师咧讲的时候，我讲有我嘛做阿嬷，囡仔嘛是大汉最小的民国77年出世那个有大汉无？有大汉到即摆嘛串大，嘛是爱减肥马来西亚所以他或许是讲所有的功德都因为副领导他帮办了非常多天恩师的，所以太太嘛大汉，嘛是食到遮肥，囡仔咧嘛肥到拢爱减肥安尼啦，有没有好的行业嘛是拢有好的堂课，所以或许讲说积功培德一个很重要的。那到现在副领导基本上已经帮办到，也比或许较发心或许拢感觉讲的前道多修500功咱的天德多修500功。较好收办，对不对？咱就是啦，我嘛做爱你看着我，但是敢有迄个简报比就更较好，敢有简报比？简报比无无好，我才甲你行过，因为我卡短，我就爱甲你搁行过才去所以就说，或许要讲积功培德为什么对我们修办这么重要？因为积功培德才会在你需要的时候会显现出来。所以培德顾名思义就是要培造自己的德行德气，修道要培德，德若不培，难显道德尊贵，是不是？所以咱修德修最久的每一次先回来都有在讲都讲说，咱袂使比道场行什么？道场袂行霸道，道家也行霸道所以咱伫家的时候快对不对？是不是？我们跟底下是递送毛巾的时候，那种规定的等于叫妈妈用毛巾的时候，咱唔跪着。你嘛介奇怪，你有介奇怪无？怎么办？等你难跪，妈妈会讲咱较烧对不对？虽然唔敢跪可是你为什么不要跪久一点？或许第4道场规定说，等你要跟妈妈拥抱我等到妈妈陪时，我嘛讲你是发烧甲我摸看嘛。我妈，我这世人拢捌抱过你，我嘛讲300免这麻烦。伊讲我300免，我等2摆搁跪可是或许觉得这样不好，要不要回去做？要，所以或许现在习惯回去就会抱抱我妈妈，我妈妈还是习惯公益300，可是还是继续抱，是不是很重要？是所以前道跟道都一样，或许建议我们回去还是要这样做。像或许教育孩子也是我即摆等到阮囝轻声细碎阮囝就讲无大无细。等于讲，我现在是点传社，也讲好，别人是慈悲。所以我叫我每个人讲时，我就讲再3分钟，三句话。即摆阮囝跟我讲话愈来愈无大无细，我来讲搁3分钟因为我开始干咩嘛有时候骂他，我就讲我无爱做点传师就讲不当点传师，我就使大声干咩你知影？我若是讲点传师慈悲，我来做端庄来讲。浅显慈悲赖台主慈悲，你该怎么做？等于人先讲伊都唔听唔听我就讲搁3届，搁3句，我就要做做妈妈。我若要做妈妈，我就较大，你给我站着，我就坐这个妹。若做点传出来讲赖台主慈悲可要等一下这样，伊就不爱听我所以我就是，你要让我在道场跟生活是一样的可是他会忘记我会忘记，我得忘记，我来讲我会即马要做。恁对起码嘛，对人表示啥是先把那个道场的头衔拿掉。我即摆做大主我即摆是要用妈妈的心来讲为了讲，或许的儿子
有一天或许或许唔知恁可能受了较好，恁阿妈要共还给啊。会哦，卖大细声哦，做较连嘛会。会哦，钱到拢卖对不对？钱到拢卖啊对不对？或许那时候有一个刚进道场不久，以前就带大堂修办，那时候小儿子才5岁哦，5岁。有一天佛堂就在外面，房间就在里面嘛，完全拢唔敢互迄个孩子知道嘛，阮就伫内底大细声，结果两个公开对话到一段时间的时阵，停啊嘛，无话好咩啊。外口有一个囡仔咧讲话，5岁尔，阮就出来看，阮囝伫咧仙佛面前叩求，叩求我就看伊咧讲啥，伊就甲仙佛讲，我爸爸妈妈如果累世有冤签，我愿意替他承担，不要让他吵架就好。我吓死人了！那小孩子在道场长大对不对？所以儿子从小童言都搞得公公。如果修道的家庭会吵架，那没拜佛，那你靠得气，所以我就唔敢玩。今晚玩给的写纸条说到外面，因为这其他囡仔受我们影响，我唔知你前道会有啊。我那囡仔就细汉天生来修道，最小那个胎里素嘛，他就去叩首5岁了。我们只要吵架，伊讲如果修到了爸爸妈妈会吵架，卖去互等啦。我就觉得很惭愧，很惭愧。所以是叫伊囡仔教出来。所以培德真的要培哦。如果说你德不培，咱袂对咱修德啦，袂对咱修德嘛，袂对咱精进。所以德者，事业之基，未有基不而动与坚久者，讲咱起这个活动嘛，共款啊。咱的德气就是咱的基础嘛。所以今天或许来不是要甲各位大德来讲道理啊，因为咱这老菩萨伫道场的资历拢比或许久，或许今天是来分享或许自己小或许道场的经验。所以培德就是注重自身之德，既然培德就要从自身以身作则。所以或许讲甲道清讲讲你若叫我点传输的时阵爱看前面啊，足惊去菜市啊买菜，咱都要甲毋出价。今仔是慈悲再出价偌济。安尼就要让出给听有吗？听过啦。或许那时候传年轻班嘛，或许在宝光崇正那时候是带年轻班啊。有一个去垦丁啊，各位知道到垦丁就是要穿短裤或穿很休闲，对不对？因就是讲叫我点书，或许在穿换衫，我讲你哪衫莫叫我点书，我就在穿较休闲对不对？毋是伊拢做惯是叫点像是慈悲，袂使，本来是要带他们去。这上下对，谢谢，比名字就行。年轻人真好，年轻还是看到年轻比较好。上下一，别人是儿子回来，倒退一下。冯娘是儿子烟桃。别是比你还烟桃。一个儿子，你可以，恁囝婿就对了。你早囝出水无？出水人才女貌。即摆你学到你爱笑一个啦，你笑一个，无你我就尴尬。也是，今天做引导呢。我看年轻人比较喜欢，你还要我就看你的啦。好了，来讲回家来。这家讲对了。是啦。所以修道生活，修道有时候我就是讲，电视那边办去关子岭泡温泉，我就伫遐看有电视可以泡啊。我说我怎么跟你们泡？我是电视啊。所以后选的那个林展就过去电视泡了来，就是要融入这样子啊。风电视没办法，就可以泡温泉。结果那天我就去买那个什么衣服，你知道吗？那个潜水装请大家。结果人才笑翻天，电视让人家泡温泉穿这么多，我说我的泳装就是要脖子盖起来，手要盖起来，大腿盖起来，来泡个温泉，不可以办那个人才不要在电视说那种事很尴尬，对不对？可是后来有一些人他觉得没问讲，刚好他会出家师父嘛去泡温泉，对呀、所以电视就不适宜，所以以后你们不要办那种泡温泉的活动，很尴尬。所以就说德入培你不修可以堪称修道人，所以我们自身的修养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所以如果说我们是挂着点传师或挂着道场，
咱若若防知咱食素食啦，买菜敢会当出钱？真正袂使出钱。伊若讲你这食素食人啊安尼，啊去食素嘛是人对不对？可是就是不行，就是袂使。我你着莫讲你是食素食的，因为你会影响别人。啊，较侪你着贵贵甲买啊，着爱贵贵甲伊买啊。或许这边里面都唔敢唔出价，人讲偌济啊，干那买就好啦。因为你会影响别人对于修办道者的看法。啊，而且你袂使讲我食菜是安怎，就是爱出价袂使。这个是讲到哦，好，所以培德顾名思义就培造自己的德行德气哈。所以这刚已经讲了哈，这个就讲。所以车祸或许刚刚讲了，来，为什么会往上来看谁？好。所以为什么要提供培德？因为这些情况看到大家带来可能带来看影片，古佛慈悲哈，就是说世人最怕收入少，那修道最怕什么？业不能了哈。所以这个情况看到困难，先来看影片，怎样的？好，来看影片。有姻缘线哦，音控。有好，谢谢。你们的设备比我们好多了。看一下。这时候睡觉的可以醒来一下，等或许讲课应该都这些会。好，看一下，这个是小驼背的故事哈，或许蛮喜欢这个故事。电灯要关吗？电脑不要关我吗？有。可以很清楚。您真是个大善人。少爷。孽子，你这是在作孽呀！这什么儿子？怎么这样？就是，干什么？这些东西都是老婆子留给我的，可不是给你们这些乞讨的穷鬼的。去有你好看，老东西！开门呀！你这是在作孽呀！快放我出去！放我出去？又拿我的钱去给那些穷鬼吗？你会有报应的。报应？我饿你7天，看我会有什么报应？你还真硬，7天都饿不死。快，别装死了，说吧，你想要什么？我想喝水。我会撒进水里，然后肯定会马上死的。你等着，我拿水过来。做前世，现在是做今生的哈。今天怎么样？饭讨的多吗？多是没有，自从有了这个小驼背，就从来没有多过。
金堂的小驼背，可是这5夜来我去打扫时，一个胖师兄已经打扫完了，所以我也一直没有进去。那怎行？一会儿我出城化缘时，打2个过去，回来供养一波。谢谢师兄。师兄，范在路过鸡托林时被恶徒抢去了。我知道了。不过我已经对舍利弗师兄说了，明天他来供养你。师兄夜里心切，我来了。师兄，开门，我给你取来饭。奇怪，门窗都锁死了。红茶你杯杯红。师兄，起来吃饭吧。谢谢师兄。好。红茶你杯杯红。我来喂你吃吧。已经过午了，不能吃了。是的，师兄，这是夜马，我简直也不要饿了无主亲戚。东西也没有不是。那你现在怎么办？是的。好，我这就去取。请你们放心。好，我这就去取。师兄，喝水吧。师兄，师兄。师尊，驼背师兄做了什么恶业？在7天中，众比丘竭尽全力都无法救他。虽是阿罗汉，却在饥饿状态下入涅槃。这是他前世业力显现的。一切众生的业力不会成熟在外面的地、水、火、风上，而是成熟于自己的身心。所谓纵经千百劫，所作业不亡，因缘未遇时，果报还自受。所以说我们本来自作就自受，谁都代替不了我们。那唯有我们积功培德，